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做16岁是台南特有的传统，身为台湾做16岁仪式历史上较悠久的开良宫，安排做16岁囡仔依照古礼用青牛马祭拜，让青牛马停，并且过出桥来祈愿。台南市府城游园保有做16岁生日礼的传统礼俗。今年信众拢聚集到台湾历史上较悠久的青牛马庙中西区开良宫，现场闹咧非凡，人客甲吵。这青少年朋友穿着状元郎的古早服装，伫咧市长的见证之下进行成年礼仪式，将喜庆16个证书颁送予礼生，让七星娘娘的神轿。并且伫咧这个难得的机会当中，甲市长做伙翕相，宣告家己大汉啦。所谓做16岁，是过去在五条港地区满16岁算大人的工资啊。你如果不到16岁，就要领半薪啦啊。这个算是囡仔工啊，这个童工的薪资是半薪啊。所以如果满16岁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讲，经济效益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在我们台南土城区都有做16岁的这个传统的习俗，就是家里面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领的工资已经可以加倍了啊，一直200多年来相传一直到今天。现在的社会有不同的意义啊。今天做16岁不代表我们大家零用钱可以加倍哦，不是这意思哈。不是说做16岁之后，平常爸爸给你一天100块钱，你跟他说我做16岁了要领全薪要200块钱，不是这意思啊。好的是我们要加倍认真读书，要加倍用功做什么事情呢都要认真负责，尤其是对父母亲一定要孝顺他们。做16岁是代表成年当大人啊，青鸟马的生日，咱厝的爸阿母、阿公阿嬷，拢会带着囡仔来到咱这青鸟马庙来祭拜咱这青鸟马，感谢青鸟马的庇佑，甲看顾，互囡仔平安来长大。有参加做16岁生日礼的礼生，骑着18只马驶台南。到咧现场，不但有一家伙3代对台北南下来参加，也有外籍人士来自波兰的游学生亚当，也加入行走的队伍当中。开良宫将已经有上百档历史的传统礼俗办甲愈来愈丰富精彩。台南新闻网后采访报道。另外，安平开台天后宫嘛举办做16岁活动，少年囡仔让鸟舞亭向前长大成人，勉励因学习承担责任，并且爱友好父母。安平开台天后宫做16岁名声透台湾，每一档举办拢吸引大批青少年参加。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少年人感谢家长的照顾，让因长大成人。市长赖清德伫9号也特别来到安平天后宫祝贺，勉励因爱努力学习，友好父母。我嘛勉励咱各位学生，咱各位做16岁成人礼，咱各位同学爱加倍认真，来读册，读册成绩自然进步。加倍认真，加倍有责任感来做工课，工课一定成功而且呢，爱认真友好父母咱开台天后宫。非常重视这点别个庙有哪做成人礼，但是咱安平开台天后宫特别加强孝顺这个善心啦百善孝为先这员工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伫遮有难勉励各位同学，一定爱孝顺父母你若孝顺父母，一定会得到天公伯来疼惜。
台南特有的做16岁成年礼，立方除了遵循传统，举行两脚舞亭，也佫有社温、奉茶、感谢等等一连串的仪式，让少年人为活动当中学习感恩，为内面了解负责任佮有效的重要性，成为活动上个主要意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做16岁除了到大庙，甲大家做伙体验成年礼仪式以外，要济家庭会选择伫厝内做16岁。阮主厝特别邀请中西区的林姓大家族来担任伫厝内做16岁示范家庭。林氏大家族一下子拢咧保营，就是准备为厝内面的成员，以及鼓励款丰富的奖品来做16岁。被选为做16岁的示范家庭，市长也亲自前来，甲因做伙参与成年礼可以的进行，互因满满的祝福。真欢喜，我那真感觉荣幸，有机会来到林府，替大家来主持做16岁成年礼。我伫遮先代表台南市各界，恭喜咱今日男主角左宏满16岁，当大人。而且呢，祈求七娘妈安立为众神保庇你，会当安尼身体健康，平安，安尼长大成人。过程当中读册、学业进步，未来出社会事业成功，宏图大展。建立家庭，像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安尼，美满幸福，好唔好？来，掌声！容易点哈。这项传统成年礼可以是府城代代流传的家庭甲社会共同思想，也是市府所公开制定的传统民俗祭典。无论是民间或者是官方，拢会继续保持传统流传落去。今天是七夕哈，也是我们府城传统做16岁的日子。那刚好我今年有一个小朋友泽宏，他也做16岁。那我们就利用今天这个时间呢，来做一个传统的台南府城的16岁的成年礼仪式。那我想那个五条港里面过去我们做16岁是从童工变成成人工，成人这样子的一个大工领大工的工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我认为在这个新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我想可能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个诠释了哈。那首先就是我们生命礼俗加上这些宗教信仰，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敬天法主。然后另外的呢，我们也让小朋友知道他成年的一个责任。在咧欢乐的气氛之下，做16岁成年礼可以圆满结束。这款当大人的成就感，在咧厝内也会当欢喜体验。咱的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市府公务局召开记者会，向市民宣布，台南市建筑物的公共安全检查考核得到105年的特优，是全国第2名。另外，东宁地下道为8月17号开始进行改善工程，将会封闭12天，请民众注意安全。台南市政府伫105年建筑物公共安全考核得到济进步，以0.5分的差距得到全国第2的佳绩。经伫行政措施甲执行效果2个项目得到满分，台南嘛被指定做全国各县市的观摩对象。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这个检查的业务呢，获得中央考核呢特优的一个成绩。那这个在以往呢，都是在那个5都6都呢是排名在后面。那这几年来呢，由第3这个第4名、第3名，一直到去年的第2名，全国的第2名，以及呢今年也是全国第2名。不过呢，这个成绩还是特优之上，仅次于台北市，所以这个是有长足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这个中央考核的一个业务里面，的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记者会现场，干务局嘛特别呼吁市民8月17号开始，东宁地下道要开始进行为期12天的改善工程，针对地下水泄漏、水沟挂松动等损坏进行维修，嘛呼吁用路人提早改道。施工期间，希望市民得到体谅甲配合。但新闻古不易采访报道。这款节马上倒来新闻现场。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桂林区的年度盛事式庆节8月13号、14号将伫桂林区的体育公园登场。除了轻旅行、甲慢式庆等等的体验活动，佮准备一千份的式庆双麒麟，要互民众用3支回收的保特瓶来兑换。另外，这届佮特别推出限量的式庆经济盆栽，免费来送互民众。一粒粒大佮饱满的式庆，展现地众人的感情。也宣告着今年的桂林式庆节将要展开。而这次除了有精彩节目，甲式庆双麒麟会当品尝以外，今年佮特别推出式庆的盆栽，要国民众家己体验栽培式庆的过程。归仁世家节呢，今年的活动我们非常有创意的推出了我们的限量世家盆栽。在这往年都没有哦，那我们要打卡就送。那我们为什么要送这个世家盆栽呢？因为我们想把归仁产世家这个观念深植于我们所有台湾人的心里面。我们想到世家，就想到台南归仁。每一冬的7月到9月是桂林式庆大出的季节，不过今年因为气候异常，所以不但产期延后半个月，就连产量也减少了大约5成。因为气候的关系啦，因为你嘛知影，全台湾性这样是好像都受到气候的影响哦，水果类都是好像都减产会使讲是减产差不多减有5成嘛啊，咱嘛是晚较猛，人讲的式庆今年嘛也比较晚啦因为也是受到天气的关系，所以咱今年的销情差不多应该慢半个月有的。一年一度的桂林式庆节8月13到14将伫桂林体育运动公园登场，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桂林的年度盛事。台湾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每当中元节，东区南田府拢会举办普渡大法会。这项传统已经有19冬的历史。南田府将连续举办14天的诵经礼忏科仪甲团拜，场面庄严亮亮。位伫南区的南田府将伫国历8月16号中元节举行拔剑普渡大法会。伫庙前的广场搭建36尺高的大型法台，并且由南田府诵经班连续进行14天的诵经礼忏，相当引人注目。庙方伫普渡会过一半的日子，安排上中下3届祭拜，并且邀请东区区长吴明熙担任贵宾，甲南田府主委以及干部进行团拜，仪式隆重盛大。咱的天地人3界灵修拔泉超度大法会，伫即个7月14日特别普渡的即个大法会呢，咱按7月初开始，就是有搭即个法台，即个36尺，现在即个所在叫36尺的正表法台。那么下面呢，咱有一个拔泉超度的法台，即个幽冥教主地藏菩萨伫遐超度的法台。那么即个银呢，咱有3支即个灯果呢。代表天地人呢，迄个所在就是一般咱的即个幽冥界众地主啦，来伫遐报道的所在咱有即个诵经法台，就是伫遮呢咧诵经礼忏，按7月初开始呢，就来开始诵经礼忏甲14号圆满，咱就来即个普渡的大法会。活动最高潮将伫14号同间8点起鼓，聘请陈俊明道长主坛法师。接续到灯台进表，并且往4侧放水灯。下晡1点到7点举办普渡大拜拜，欢迎善信大德共同参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为2001年开始举办五条港成年礼五条港发展协会，伫今年迈入第16档，也互协会会当迎接属于家己的成年礼，所以也特别举办一场盛大的会告，邀请民众做伙来见证。这十来回发源地是五条港区，今年五条港发展协会嘛正式迈入第16档，为了让协会成员甲民众会当更加了解这16档来变化，甲每一档活动的故事，协会特别举办一场分享会，嘛提出侪老相片，唤起大家共同回忆。五条港做16回伫今年是迈进第16年，咱每一档拢替在地囡仔做16回，但是今年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原来16回16回爱当大人，所以今年的活动就较偏向伫内部，咱透过分享，会当做伙来思考这个活动伫当大人了后，伊的形式是毋是咱过去有无共款的想法、咱做法。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伫遮互大家伫今仔日来做一个回顾来分享伫未来下一档我咱会来规划伫一个当大人的活动这个活动当大人了后伊的形式是啥物，伊新的可能性是啥物互做伙来规划这是协会的基本的想法。伫分享会后，大家嘛伫业务理事长柯真真的带领之下，做伙动手做红菇粿，并且讨论未来活动目标，希望互未来来参加做16回民众会当留下美好回忆。台南新闻古博义蔡宏报道。位伫台86线南边出口的一位红红男，因为登记无整理，不但西满杂草，而且树枝也走出去路面，互骑机车的民众常常被树叶扫到面。议员林美燕上午邀集林务局、环保局等单位现场会勘，要求尽速改善。议员林美燕邀集到林务局、环保局等单位来到这次位伫台86线南边出口的空地会勘，因为有当地民众反映，这个树木欠缺修整，容易挡到交通视线，有安全疑虑。再加上杂草生甲规世界，佮有蛇尾伫内面，甚至走去主体当中，引起民众惊吓。因此，地方要求相关单位赶紧进行清理的动作。这个已经长期了哈，按照地方上来讲，他们好像可能10-20年没有去做整顿了，甚至还更久了所以已经是杂草横生就成一个树林了。那第一也影响了最近一直在反映树木影响的就行人的一个视线包括因为炎热的天气，让蛇跑到人家的家里去了那我想公家这部分在接到民众陈情的第一时间，也赶快很快的就出面来做一个沟通啦。他们也已经答应在差不多1个礼拜以内会马上进场来做一个整顿。那当然在私人的方面因为地主高达82个人所以在地主方面，我想我们环保局会做第一步的就是会勘确认然后再做一个就是请地主来做这个整顿这2笔各0.6公顷的空地，分别由林务局甲私人所有。林务局答应将伫1礼拜内做清理的工作，而另外一笔私人的空地，所因为牵涉到82位地主，所以必须等待协调沟通以后，才会当进行处理。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南澎购物中心虽然为东区带来发展，不过也产生不少交通的问题，亲像中华东路甲凯旋路口，虽然有设立禁止回转的交通标志，不过却因为部分的民众无遵守交通规则，造成交通大拍架。议员詹顺良就要求交通局要提出改善的对策。最近以来，有不少民众向里长反映，南澎购物中心头前的中华东路甲凯旋路口，虽然有设立禁止回转的标志，不过不少人为着方便，根本无愿意遵守交通规则。
造成这段交通定定大拍结。伫上下班也就是假日的时阵，状况是更较严重。对此，议员詹顺良接到里长定情，出来交通局会开，要求提出相关对策。他现在目前有设一个那个橘子色那里有一个 U 字形的那回转嘛，我有看到。对啊，但是那嘛是咧回转啊，伊回转是回转你来到家呢，你来到家呢，即马这边的车一直咧塞，一直咧塞，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啊，你为什么？既然是设那个告示牌，那任意他们这样也没办法去劝导，也没办法去执行。那我们要公权力干什么？那你要设那个牌子在那里干什么？不是形同虚设，那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啊。对此，交通局强调将会重新设定禁止回转的时间规范，并且在车流量较大的时段，要求警方加强处理。那个回转牌子事实上是可以拿掉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现在号志有跟着在控制。那刚刚议员讲的东光路那个，因为那个号志它没有一个箭头，没有箭头指示的话，就容易有左转或回转不有问题。现在是因为有箭头灯了，我们就会可以检讨所以应该 OK 啦 ，OK， 这我好。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